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冷飲，聊一聊這個夏天飲料還有雪糕他們的遭遇。不知道大家這個夏天有沒有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買東西？有沒有關注到以前一到大夏天，便利店門口那冰櫃就是一個印鈔機，但是現在似乎感覺那個冰櫃也不行了，有點賣不動了。無論是雪糕還是冷飲，各式飲料似乎都走不動。這個是很多開便利店、開小賣部的人的一個共同感受。界面新聞24號有一篇報道叫今年飲料不好賣了。文章開始這麼說的他說飲料整體今年在下滑，只有彩票銷量上漲。這個好理解因為世界杯嘛，所以彩票銷量上漲，但是飲料卻在下滑。王樂在北京昌平一個寫字樓園區經營着3家便利超市，他告訴界面新聞，今年最難賣的就是汽水，下滑了差不多20%，其中倒是碳酸飲料，尤其是可口可樂沒有下滑太多。那可口可樂是老牌子是吧？這是經典款。他店裡賣的最好的是東方樹葉、外星人电解质水，其次是冰紅茶、冰茶等单价相对低一点的含糖茶飲料。此外，瓶裝水的需求最穩定。就王樂開店10多年的經驗來看他說飲料作為快消品，更依賴品牌業務員對終端的維護、廣告以及新品研發思路。最近幾年基本上每個品牌主流爆品賣得不錯，但很少看到有爆款潛力的新品，也就是還是靠過去的那些老款在當主力。王樂門店的冷熱差異也是今年飲料市場的縮影。今年的飲料市场並非沒有增長，而是增量正在變得越來越稀缺和集中。整體銷售額承壓之下，無糖茶、頭部碳酸飲料、包裝水和电解质水中的少數成熟大單品仍能在部分渠道和市場保持增長或表現為抗跌，但氣泡水、果汁、養生水及大量中小品牌新品已經明顯退潮。實際上這些什麼氣泡水果汁、養生水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呢。今年6月，紐瑞拓消費者指數聯合貝恩公司最新發布的2026年中國購物者報告顯示，飲料類目在2026年1季度依然承壓，銷售額同比降幅 2.9%。 你想想GDP 可是在漲對吧？但是飲料同比下降了3%左右。但也有部分品類逆勢上揚，其中即茶、飲茶同比增長，即飲茶就是東方樹葉那些東西增長 4.1%， 瓶裝水增長 2.9%， 果汁增長 1.4%，碳酸飲料增長 0.7%。 但從整體來看現階段超市貨架與電商平台上低價產品隨處可見，即便是頭部飲料品牌也難以維繫自身產品溢價，這就導致行業促銷力度持續加碼，渠道競爭也愈發激烈，再加上 O2O 與主打高性價比的線下業態，進一步給飲料類目帶來價格衝擊。而快消品數據監測公司馬善銀發布的今年2季度線下零售速報顯示，今年2季度飲料的表現相比去年同期更為悲觀。所以說飲料行業的冬天在這個夏天來了，各行各業都迎來了自己的寒意本來這個夏天應該是飲料這個正是賺錢的時候正是旺季分品類銷售額增速看即無糖即飲茶與即飲咖啡兩個類目同比增長。無糖即飲茶同比大漲 16%， 是飲料賽道唯一高增長品類。相比此前逐漸回歸平常的市場表現也有所突破，即飲咖啡則同比微增 0.35%， 基本保持持平。其餘類目均處於下滑區間，其中中式養生水下探最為明顯，同比下滑達 20%。即飲果汁與汽水也分別出現 14.8% 和 12.2% 的明顯下滑，有糖即飲茶下滑 11%， 包装水、能量飲料及運動飲料也呈現同比下滑，幅度
在8%至10%之間。飲料大盤啊沒有恢復普遍增長，而且能夠跑贏市場的品類正在減少。和北京市場類似，2、3線城市飲料市場也出現了冷熱不均、分化明顯走勢。山西一家連鎖賣場的店長告訴界面新聞，整體上看，碳酸飲料、功能飲料還有包裝水的增長都不錯，其中碳酸飲料有接近20%的增長。碳酸飲料是受世界杯營銷的影響，我們在賣場不僅布置了相應的陳列，還會做一些購買提醒，鼓勵客戶在小程序上購買。瓶裝水、可樂、無糖茶這些都配備了整提整箱規格，更適用於在線上購買、送貨到家的需求。他說上述店長告訴界面新聞，今年电解质水競爭激烈，農夫山泉电解質水和元氣森林外星人都售價5元，並都設置了開蓋或掃碼抽獎活動。而無糖茶飲則幾乎是東方樹葉站出腳。實際上這個碳酸飲料增長，剛才說了，一個是老款，對吧？這個經受時間的考驗。你像可樂，一個是什麼呢？一個是世界杯在營銷碳酸飲料接近20%的增長，並非單純來自品類自然擴張，而是疊加了世界杯營銷、重點陳列等渠道動作。這也意味着全國市場整體下滑，與部分賣場、部分品牌實現增長可以同時存在。局部增長越來越依賴品牌投入和渠道資源，很難再像過去一樣有一個新概念帶動大批品牌共同分享品類擴張的紅利。此外，價格競爭進一步強化，這種趨勢集中在現在超市電商平台以及即时零售渠道。飲料折扣隨處可見，不斷拉低實際成交價格。消費者在相近價格下更傾向於選擇熟悉的大品牌，中小品牌則容易陷入被動。這或許能反映飲料行業增長邏輯正在發生變化，企業和渠道正在重新評估新品類增長空間。此以曾經一度被認為會接棒無糖茶的養生茶品類為例，馬上營監測的新品變化顯示今年2季度中式養生水新品數量只有49個，去年同期則達到134個。新品數量大幅收縮的同時，養生水銷售額同比下降20%，成為飲料細分類目中下滑最明顯的品類之一。過去幾年，無糖茶、電解質水、氣泡水和中式養生等概念輪番出現，不少品牌試圖通過疊加成分和健康標籤快速創造一個新的細分賽道，但越來越多的產品採取相似配方、包裝和宣傳語後消費者很難感知它們之間實質差異。即便是大品牌近年推出的新品，也經常互相抄來抄去。王樂說更關鍵的是，許多新概念並沒有形成足夠穩定的和廣泛的消費場景。簡單點說就是今年上半年整個飲料行業銷售額都在往下掉，什麼果汁、汽水、養生水銷量是2位數下跌，這是飲料那雪糕呢？據說雪糕更慘今年6月份整個雪糕的出貨量直接砍掉一半，尤其是10塊錢以上的高價雪糕暴跌了60%以上。大家記得吧？那個叫哈根達斯那個球是吧？據說也賣了實際上這都是說明這個冷飲料這個夏天這個消夏的這些，對吧？这些產品現在都在滑鐵盧說來說去就是大家把口袋捂得越來越緊。這飲料冷飲這些行業真正的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寒冬。這個很多飲料因為大家都不熟悉是吧？這新品非常多，都是概念包裝，實際上消費者根本就不知道那玩意兒幹什麼的。以前大家口袋裡有錢的時候，見到個沒見過的包裝，或者新看見的新品，沒聽說過的新口味，喜歡買一瓶嘗個鮮，5塊、8塊、10塊的也無所謂。但是現在大家手頭緊，每分錢都得花在刀刃上，所以大家不願意嘗鮮，只喝自己熟悉的只認可樂或者東方樹葉，對吧？這個味道你熟悉，不至於踩雷不至於喝一口就噴出來是吧？然後發誓下次再也不喝了。實際上這個叫消費者現在越來越願意確定性，消費者也不願意冒險。根據界面新聞的報道現在有些單品的增長實際上全靠大品牌砸錢，
資源，對吧？投入死磕出來的，市場就這麼大，大品牌搶走一口，小牌子就少一大口，最後小品牌只能被活活餓死。今年這個夏天啊，我們過去所熟知的那些雪糕刺客紛紛消停了，徹底消停，該破產的破產，該消音的消音，已經沒有人再記得了。今年雪糕的戲啊，那比飲料更慘。前2年啊，雪糕刺客這個詞兒非常火，去冰櫃裡隨便拿一支，結賬時15塊20塊，刺着人心窩子疼啊。我記得啊，這個很多人買雪糕啊，对吧？夏天啊，一般拿個塑料袋去，在裡面亂挑，是吧？往裡抓完之後，然後一結賬，然後拿回去放冰箱，是吧？慢慢吃，一般都這麼買吧，買一根的少啊，尤其居家的這種。結果经常就是啊，你提兜子雪糕之後啊，你发现总感觉哪裡不對勁，感覺好像就這麼一兜子，以前好像就是100多塊錢，現在變成200了，對吧？但是你也不知道哪兒不對。回家的時候，如果把你的賬單打開一看，裡面藏着好幾個30、40的，一根的，你也不知道那什麼玩意，這就是雪糕刺客啊。那麼今年啊，刺客們徹底的歇菜了。現在去便利店看，70%以上的人買雪糕前，第一動作不是看口味，而是先翻開價籤，對吧？價格呢？價格在什麼地方？藏哪兒去了？對吧？趕緊翻出來看看啊，2塊5，心裡就踏實了。5塊，那5塊就貴了，是吧？趕緊換一支啊！這個不是開玩笑啊，市場上賣的最好的，全都是3塊錢左右的平價雪糕。做冷飲批發的大佬對媒體說啊，以前夏天店裡8台冰櫃全塞滿，今年只開3台，專門放平價款。那些10幾塊錢的高價雪糕全堆在冷庫深處，只能買平價雪糕時順帶搭着賣。為什麼便利店老板這麼狠？因為冰櫃是需要電費和房租成本的，把你那個刺客放裡面沒人買，還礙事，還容易引起誤會，那人家只能把你放到邊上去啊，占地方。一台冰櫃1個月電費好幾百，放一堆10幾塊錢賣不掉的雪糕，老板天天看着都在心裡流血啊。剛才界面新聞已經報道了啊，除了高價雪糕，還有個典型的例子叫中式養生水。去年養生水很火，什麼紅豆水、薏米水、枸杞水，號稱一邊打工一邊養生。結果今年2季度啊，養生水的新品數量直接從134個掉到了49個，銷量暴跌20%。養生水為什麼退潮這麼快呢？第一個啊，廠家全部在抄襲，你出紅豆水，我就出綠豆水，對吧？味道和包裝毫無區別。第二，大家喝來喝去發現，這不就是紅豆湯洗碗水嗎？這不就是綠豆湯嗎？何必還花這麼多錢買呢？也根本沒什麼效果。再加上啊，隔壁限制茶飲和咖啡，對吧？還在搶客戶。現在滿大街都是這種奶茶店，是吧？連鎖加盟，你走錯路都能看到2家，所以這個供應啊也是越來越多。樓下蜜雪冰城2塊錢一個甜筒，6塊錢一杯現做的冰沙。你想喝個帶味兒的，9塊9能買一杯現磨冰式冰美式咖啡，是吧？那你說你還有什麼理由啊，花15塊錢去便利店買一支包裝雪糕呢？或者花7塊錢買一瓶啊瓶裝養生水？消費場景啊已經沒有了。那麼面對這樣的大環境啊，最清醒的其實是便利店和超市老板，因為他們要算賬，他們的電費，對吧？他們的這個地方都要算錢的，他这有租金的，对不对？以前廠家推新品，給老板們一點陳列費，把產品擺在冰櫃最中間的黃金位置。今年有位老板跟我說啊，他直接把廠家的陳列費退掉了。他說啊，給我幾百塊陳列費有什麼用？那個位置擺着賣不掉的東西，佔着我的資金周轉，我把它換成走量快的礦泉水和東方神葉樹葉，多賣幾箱，賺的比陳列費多了。現在便利店冰櫃規則全變，不再看你廠家給多少錢，就看你的貨能不能快速賣掉，就是你的貨走得動還是走不動。你的貨走不動，你佔人家那個地方，你給個幾百塊錢沒用。以前廠家做生意啊，套路很固定，找明星代言，做 IP 聯名，把貨壓個經銷商，
只要撲進千家萬戶的便利店，賬面上就算成功。但今年這一招失效了啊！傳統的業務就是鋪貨，講究的就是鋪，把貨鋪到渠道，通過幾級代理經銷商啊，一層一层往下鋪，最後鋪到終端，就是便利店、超市，跟用戶见面，跟消費者見面，消費者一伸手就能夠到啊，這就是傳統的啊這個經銷模式。但是今年這招失效了，一個華北的經銷商說啊，某品牌今年出了4款新雪糕，強制讓他鋪貨，鋪進去2個月，好多小店1箱都沒賣掉，全跑來找他退貨。老闆們現在學聰明了啊，給新品觀察期只有2周，如果第1周賣掉2、3個，那是大家圖新鮮；如果第2周沒人買了，那直接啊挪到角落；第3周如果還不動，直接清貨下架退錢。5塊錢的無糖茶，大家覺得買到了健康和解渴，這叫值。15塊錢的雪糕，換個包裝就賣10塊錢，大家覺得被當成了韭菜，被人割了。消費者的眼睛啊，現在堵着呢，主要是消費者的錢包啊越來越瘪，被逼的。今年的飲料和雪糕旺季不旺，聽起來是個壞消息，但是啊，這對普通消費者來說啊，反而是件好事，大浪淘沙。把那些垃圾啊全部淘掉，那些割韭菜的智商稅，对吧？什麼中式養生水，那不就是智商稅嗎？早點死是吧？早死早超生啊！過去這幾年快消品行業太浮躁，隨便造個無糖、電解質或者中式養生的新概念，包裝搞漂亮點，價格就能翻倍賣。今年這場寒冬其實是給整個行業澆了一盆冷水，把那些靠虛假概念、高額溢價割韭菜的產品，統統的，對吧？淘汰進垃圾堆啊！所以講來講去啊，還是拼產品。第一個，你的產品夠不夠好，對吧？你的產品痛點是什麼？到底解決消費者什麼問題？不要搞那些花裡胡哨的虛假宣傳。第二個呢，就是性價比，對吧？尤其是現在這個經濟形勢下，消費者追求極致性價比。第三個啊，就拼的是供應鏈和渠道穩不穩。也就是終端老闆願不願意賣你這東西，讓消費者買得到。當然了，這個界面新聞啊，他還分析啊，他說超市工作人員告訴界面新聞，維生素水、養生水等細分產品在2、3線城市銷量並不理想，但價格相近時，當地消費者更願意選擇認知度更高的無糖茶或者運動飲料。一名飲料行業從業者也表示啊，養生水此前在1線城市獲得較高關注，但市場熱度去年接近高點後啊，今年已經不再被普遍視為高潛力品類。與此同時，限制茶飲和咖啡也在分流瓶裝飲料的消費場景，低價冰美式檸檬水和限制茶飲價格不斷下探後，與便利店和超市的瓶裝飲料已經處在相近的價格帶，對吧？我在你那買一瓶7塊。在店裡買一杯是吧？大概10塊錢或9塊，那人家願意到店裡去買了，那是現做的。對於年輕消費者而言啊，在通勤、下午茶和即時解渴等場景中，一杯限制飲品正在成為瓶裝飲料的直接替代品。天氣則進一步放大了今年飲料旺季的壓力。馬上贏的觀點認為，說氣溫、降雨等短期因素會影響汽水、冰紅茶等季節性品類的銷量，但這無法完全解釋新品數量收縮、小品牌退出以及增長持續向少數成熟品牌集中的現象。真正發生变化的是，飲料行業已經很難再依靠推出一個新口味、包裝一個新概念就迅速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雪糕也一樣啊，雪糕直接遭到冰棄。那麼這就是啊，這個夏天本來是啊。飲料、雪糕這些飲品冷飲的旺季，本來廠家包括經銷商包括終端渠道要靠着這個來賺錢的。我很懂啊，因為很多人應該知道我以前做創業，我是真開過啊這個小賣部的。到了夏天啊，這小賣部量那是比那個冬天啊走量走得大得多啊，主要是靠水和飲料還有這個冷飲還有这個雪糕這些東西。但是這個夏天啊，這些超市老闆、便利店的老闆都感到了涼意。根本原因在哪兒呢？有這麼幾個啊。最根本的原因啊，還是經濟下滑，大家都在勒緊褲腰帶，大家每花1分錢都在考慮了。以前
對吧？你花個10塊8塊根本就不考慮。現在你花10塊8塊，你就有时候會想，我為什麼要花这10塊8塊？不花行不行？對吧？如果你送外賣的10塊8塊，相當於你跑5單的，對不對？跑4單。网約車司機呢，對吧？你相當於網約車司機跑2單能淨賺10塊，不就這概念嗎？所以這個10塊很多人就不花了，對吧？過去賺錢容易的時候無所謂啊，根本不覺得是吧？吃吧喝吧，喝水還能把喝窮了嗎？但是現在不行，所以說經濟下行，大家的消費觀念在变，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咱們還追求極致的性價比，即便要買，不行，可的不行是吧？那還得貨比三家。怎麼比呢？首先肯定買自己熟悉的，对吧？你比如說啊，運動之後喝什麼尖叫，那你肯定就買尖叫。你出其他的什麼電解質水，你就不買，对吧？因為你不想去試錯。有各種電解質水，對不對？但是好多人他不願意，什麼外星人是吧？喝慣了外星人的，他不喝別的，就是大家这叫確定性，就不願意嘗試自己不知道的牌子，或者自己不常喝的牌子，不願意為這花費，這叫什麼？這叫試錯費用，或者叫學習費用，大家不願意掏了。這就是為什麼可樂賣得好的原因，因為可樂大家都喝過啊，大家都確定性，對吧？就這個味兒，它是不會變的。所以說，越來越講究性價比，越來越講究確定性，不想試錯，這就是消費心理啊。那第三個什麼原因呢？當然跟今年好，我的感覺好像沒有去年熱，雖然也比較熱啊，但是沒有去年熱。我覺得去年7月份那簡直是啊，我家裡啊，我父親養了一些雞啊，那雞都熱死好幾隻，都是熱死的。今年好像沒聽說了，去年確實很熱，今年對吧？南方很多地方雨水比較多，北方雨水也多，你看現在還在下雨啊，對吧？北方也在下，所以說今年感覺好像沒有去年熱，這是一個原因之一吧，對吧？這個我覺得它不是主要原因，是原因之一。那麼還有一個相對重要的原因，什麼原因？那也就是這些飲料品牌廠家還有雪糕廠家啊，他們是自己做的，你不搞新品吧又不行，你老靠那麼幾款是吧？那也不行，他得不停的搞新品。搞新品吧，他也沒錢，沒有真正的去說啊，我把這個心思花在這個消費者調研或者這個整個市場，对吧？新品的研發不是的，他是要求這個短平快，抄別人搞什麼我也搞什麼，就剽竊啊，抄襲啊。剛才已經說了嘛，你有人突發奇想搞個紅豆水，他搞個綠豆水，對吧？你紅豆加什麼，我是綠豆加點什麼，反正就抄唄，然後包裝營銷出來，沒有真正的去研究開發這個市場。好。那就大家都停留在抄上面，你抄我抄你，這成本低啊，對吧？錯了不要緊，是吧？我沒投入多少營銷費用啊，不是，我沒有投入多少研發費用，對不對？反正是一抄成本低，試錯成本低，對吧？我一看到你這個口味的飲料啊賣得不錯，你說大家都是專業的，對不對？都是做飲料的，誰不知道啊？買2瓶回去研究一下，把你配料表一看，我就知道啊加了什麼東西，那咱也這麼來唄，換個名字。甚至对吧，在你上面改善一下，反而還超過你呢。你說誰願意去研發？沒人去研發啊，對吧？那就大家都抄唄，你抄我，我抄你，消費者只好拿腳投票，對吧？你就是包裝這些東西啊，有什麼用啊？你都是糊弄消費者，就那玩意，對吧？就是水裡面兌點什麼東西，還有什麼養生水，還有什麼果汁飲料。現在媒體天天報道是吧？什麼養生水、果汁飲料的就是拿點什麼東西兌的，那純的是智商稅。果汁飲料裡面不是鮮榨果汁啊，我們以為什麼果汁飲料是啊，比如橙汁，還真的是橙子給你榨出來是嗎？他不知道怎麼勾兑的啊。這個我記得央视還是什麼很多媒体報道，河南啊很多地方都搞這種東西是吧？最近還報道了，我還刷到過，對吧？現在還在調查呢，對吧？飲料裡面它沒有水果啊，對吧？那這是科技是狠活啊，養生水不也一樣嗎？這些東西你說在這種影響下，你誰敢試呢？就是我有錢我也不會買它喝啊。什麼椰汁裡面沒有椰子是吧？不知道什麼玩意配出來的啊。你到有的飯店吃飯啊，你點的那個鮮榨果汁，48一杯，58一杯，然後你點完之後你那個過那個廚房，對吧？有的它不是名廚嗎？對吧？你就能看到，所謂的鮮榨果汁，他趁你不注意，立馬把那個盒装的那果汁是吧，打開往里倒出來，然後給你端出來，這叫鮮榨果汁。大家注意一下啊，以後很多飯店都這麼幹啊。
我就看到好幾回，對吧？你要嫌甜度不夠，他給你加點糖，齁死你啊！所以這樣他自己把自己牌子給砸掉了，對吧？本來消費者現在就困難，不願意花錢，結果你還整這些東西，那大家誰願意喝嘛，對吧？所以說啊，這是一個原因，這是自己把自己牌子砸掉了，這就是對吧？這自己把自己就是消費者拿腳投票。那第4個原因啊，我覺得也很重要，什麼原因呢？就是現在這個大家越來越重視健康，尤其年輕人，他也知道糖不好，對不對？所以追求無糖飲料。不光是糖不好，其他東西對身體也不好啊，對吧？所以說他們越来越重視健康的時候，他就对這些什麼零食、飲料、冷飲就喝的少了，渴了買點礦泉水喝喝，頂多買點可樂，可樂的最好少喝啊！大家都知道，那雪糕就更不吃了，那雪糕裡面奶油是吧？各种那簡直是热量炸彈，对吧？又是甜的，又是奶油，等等啊，反正就是热量炸彈。那么很多人就知道了，哎，这玩意一吃，我这1星期運動啊，吃2根雪糕就白幹了，很多人都這麼認為啊，是吧？以前無所謂，現在都對身體有要求了。我不能說這一個禮拜的運動都白幹了吧，就2根雪糕，所以大家也就從健康考慮啊，已經與這些東西拜拜了，對吧？尤其是很多那個雪糕甜的膩是吧？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甜的發齁啊！所以你看那個哈根達斯都不行了，趕緊對吧？人家出手了，股權賣掉，雪糕刺客也都關門了，對吧？你看看這個實際上他們就賭錯了方向。他們賭的是消費升級，結果升級沒升成，咱們再降級，你說他能活得下去嗎？他只有關門倒閉嘛。那現在啊，就我剛才說的這幾個原因綜合影響之下，今年的飲料雪糕，對吧，迎來了自己的寒冬。這個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啊，就像白酒一樣的，那年輕人他就不喝，年輕人本來就少了，年輕人又不喝，現在商務活動也少了，對吧？所以說白酒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往下降，你怎麼整都沒用，對吧？你把它搞成低度的，你是對吧？各種營銷，買1瓶送1瓶，反正沒人喝啊，沒有場景啊，對吧？公司年會、公司聚會也少了，朋友聚會也少了，這種各種社交大家也不願意了，酒的場景也沒了啊，也不願意喝，冷飲也一樣，對吧？這個飲料包括雪糕這些東西都在走下坡路啊。都在迎接自己的寒冬。他們啊分大類啊，也分在叫快消，而且是傳統的快消。但傳統的快消啊，實際上它核心是什麼？核心是渠道，渠道的鋪貨能力，渠道的壓貨能力，品牌的長尾效應啊。這些我以前開店的時候，那還是多多少少研究過一陣子啊。因為這玩意兒你要會啊，你要理解啊，對吧？我做那個叫本地生活啊，現在美團跟那個阿里打得頭破血流的這個。叫即時配送、即時零售啊，哎，就是我10幾年前幹的，我都早就收手了，对吧？早就關門了。他們現在還瘋狂的砸錢，狂燒，到現在還沒燒明白啊，還在燒啊。我倒是看美团好像現在不怎麼吹啊即時零售了啊，去年吹得很，估計今年錢沒少投啊，投下去之後不見效果。我當時創業就是做這個，那所以說我就知道賣冷飲對吧？雪糕這些東西，賣水。糖水對吧？可樂這些東西，實際上可樂的利潤是最低的，但是可樂走得快，量大，可樂是給你帶流量的。如果你這個店你不賣可樂啊，你連可樂都沒有，是吧？可樂是帶流量的，對不對？那玩意一瓶你掙不了多少錢，但是走得快啊，量大，然後靠什麼賺錢呢？就靠這個雪糕刺客賺錢，對吧？飲料裡面啊，就靠那個你沒怎麼見過的新品，那個新品賣4塊，實際上我能賺3塊，就這個概念。所以說大家把那個跟可樂放邊上，或者是反正對吧？你買了可樂的時候，偶爾看見這個，說不定就帶1瓶。你買1瓶，就相當於買了1筐可樂啊，1提可樂，那個利潤呢？那為什麼品牌他喜歡這麼幹呢？品牌喜歡這叫長尾效應呢？就是我這比如娃哈哈，大家認的娃哈哈就是礦泉水。對吧？純淨水，你看礦泉水对吧？3塊錢一瓶的那個，或者2塊錢一瓶。等大家都認可這個品牌的時候，他就哇哈各種一系列傳出來了啊！什麼營養快線，好20個牌子的20種產品都出來，這就叫長尾效應，你知道吧？你認識了娃哈哈之後，娃哈哈出來這麼多，你
你水喝膩了，你可能喝点別的。他就靠這種品牌在不停的推新的，但是那新的都是垃圾啊！只有這些新的產品裡面，只有幾個啊，個別的還是不錯的，但是大部分呢，你說什麼啊，什麼娃哈哈，什麼叫什麼酸奶什麼，還有那種一排一排那種，都是娃哈哈。它是什麼？哎，從水到什麼奶，這是快線到什麼牛奶，到那些小孩喝的那些全覆蓋。他搞的就是這意思。哎，娃哈哈最好是什麼呢？最好是你這個店啊，你這個超市，你這個小店，消費者一進去，撲面而來全是娃哈哈。你往左看是娃哈哈，往右看還是娃哈哈，往上看娃哈哈，往下看還是。打開冰櫃裡面還是娃哈哈，打開那個冰箱是吧？冷藏櫃裡面還是娃哈哈，無處可逃，就這意思啊。所以他搞出好多出来，這個都是在過去行之有效，但是在今天現在這個環境，這一招不行了。剛才文章已經介紹了啊，因為人家已經不給你鋪了，你給錢人家不給你鋪。過去啊，那個冰櫃、那個什麼冷櫃那些東西都是廠家送的啊，甚至有的廠家給你貼電費，就想讓你展示他的東西，把他東西放在主要位置，或者那個冰櫃全部用他們家的，全部只展示他們家的，他给你掏電費，什麼都可以啊。這玩意兒就是一種模式，但是現在都不行了，因為為什麼？就是遇到消費者，他不掏，他就是不上當，消費者他就是不交智商稅。便利店的老闆終端他也沒招，那廠家他已經沒招了，品牌的只能啊收縮。所以說啊，我們快消行業這些快消品也迎來了自己的冬天，不改是不行了，砍很多不賺錢的品牌必須砍掉，對吧？不賺錢的產品砍，最後就是產能收縮，裁員，這個不用懷疑啊，馬上就要開始。這個等這個夏天一過啊，旺季一過啊，就開始裁員裁人，可以拭目以待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